那还是有一些没有好，所以我大概待会会简单的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故事哈。那很高兴再一次跟大家的分享上帝的话。那今天我也是代表教会公报社的文字事工主日来跟大家请安问候。那各位周报当中所夹的这个更新月刊周刊哈，还有大家常常使用的新眼光读经的这个内容，都是公报社所制作的哈，而且是免费跟大家分享哈。那这些我们所读到的这些资料哈，都是他们很用心编辑，然后把它印制成我们可以看到的文字哈。那而且这些都是我刚才说过，都是免费分送给各个教会啊，所以需要大家来为这个事情代祷、奉献跟支持啊。那我也要透过上帝的话语跟大家做分享哈。那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上帝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你的话语有力量，可以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此刻要聆听你的话语，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真实透过你的话语来得到改变。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记载着一个从小就是瘸腿的这个人被医治的故事。当他被医治的时候，他为他领受的这个恩典来兴奋、赞美耶稣。那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个经文一起来思想，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曾经领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能力？那是否我们有一天也可以像故事当中的约翰跟彼得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带给别人祝福？这个记载是在这个圣经当中的使徒行传。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一天的时间是从早上，可不可以把我的那个投影片放上去？犹太人的一天是从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6点算。他们一天有3个祷告的时刻，在早上9点的时候，还有中午，还有下午3点的时刻。虽然他们承认说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祷告神，可是他们觉得在圣殿的院里面祷告是加倍的好。所以彼得跟约翰他们也照常跟过去的习惯一样，他们希望在下午3点的时候到圣殿的院去祷告。那在东方乞丐习惯坐在圣殿的入口处，因为这个地点被称为最好的位置。因为一个人去崇拜上帝的时候，他同时也会对需要的人比较怜悯，比较慷慨。那故事当中的这个乞丐，他就是每天被人家抬到这个圣殿外面的一个美的门，美门这个地方，在那边乞讨。那如果没有这样，这个人就没有办法维持他的生活。那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就是彼得跟约翰看到他，马上起了怜悯的心，然后看着他，然后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乞丐就看着他，用渴慕的眼光，希望能够得到一点帮助。这时候彼得却对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刚才说过了，这个乞丐大概听到这一句心里凉了一半。我今天就是需要有钱来帮助我，那你说你金跟银都没有，那我岂不是我的希望都落空了吗？可是下一句，彼得所说的带给这个乞丐一个生命极大的转变。他说：“
我要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起来行走。”就这个人说完了之后，我相信这个时刻，这个乞丐已经得到医治，但是他可能还没有自觉，他长期都坐在地上。这时候彼得用手去扶他，有一个行动，扶他起来之后，这个人瞬间感觉自己的腿跟脚裸，这地方、脚踝的地方都已经健壮起来，所以他就站起来，跳着，然后大声的赞美主，跟着彼得、约翰一起进入圣殿。这是因为残疾的人是不能进入圣殿的，这是他从小到大第一次进入圣殿敬拜神。他一边走一边跳，一边赞美上帝。众人也因为他这个奇妙的神迹恩典而感到惊讶。在第一堂的时候，我分享了，之所以会有这些人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大能，我分享了前面3个因素，就是一群人敬虔的祷告，还有对人的爱心跟怜悯，以及彼得愿意分享的热忱。接着我们要来看第4个因素。我们看到第4个因素就是有效的行动。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彼得面对躺在地上的这个瘸腿的人，他伸出他的手，圣经说，于是他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这是一个行动，是一个爱的行动。彼得虽然已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他要得到救治，但是他还是用行动表达他的信心。因为彼得不是这个人，他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得到医治，但是彼得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带有能力，带有权柄，可以医治这个人，所以他用他的行动来证明他的信心，他把他扶起来。好，这是提醒我们注意一点。好，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我们还不要忘了要尽自己的本分，要有行动。好，雅各书的作者这样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应当用行动来表达我们的信心。如果大家有参加前2天的这个培灵会的时候，我有分享我们教会重建这个圣殿的这个神迹。那我们教会重建圣殿是所有的人一起祷告，一起努力，大家一起奉献。那事实上，在教会重建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一直把重建的工作当作经历上帝恩典的工作。当初同工我在跟同工分享我的牧会工作的时候，一旦提到这个重建的工作，我就告诉他们说，重建工作虽然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但是他从来没有带给我压力，因为我在这个重建的工作当中经历太多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当初我们为了重建的工作，大家一起齐心努力，共同的奉献。然后因为这个重建的工作一开始也有人提醒我说他说，牧师啊，你知道很多教会重建的工作都是非常困难的。人家说欠钱找朋友，欠奉献找会友，欠钱好朋友，欠奉献回又就是大家看到要奉献很多信徒都会害怕跑掉了。我说我们富强教会绝不会这样。
富强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同心努力来做这件事情，是要经历上帝的恩典。果然，我们大家的行动我们大家真的是共同见证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最大的恩典是我看到许多人生命得到改变，因为这个建堂的计划，很多人更加的委身，更加的投入，更加的努力传福音。大家生命得到改变，经历上帝的恩典。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然后我们又有这样的行动，有效的行动，使我们经历了这个神迹。其实我偷偷告诉各位，在当时跟我们同时间，台南中会有好几间教会都有建堂的打算。这些教会当时的条件都比我们好太多了，比我们人多，比我们钱多。但是我今天回头来看这些事情，有很多教会当初说要跟我一起同时间要建教会的，到现在教会都还没建好，就是缺乏有效的行动。你要理解，在上帝绝对没有缺乏，只要我们认真的服侍神，照着神的心意来做，上帝的供应要丰丰富富，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在疫情期间，很多教会都非常担心，因为没有聚会嘛，或者聚会人数少，甚至停止聚会。很多教会都会担心说：“哇，糟糕，奉献怎么办？”很多牧师都为此担心我牧养，我在双连教会服侍，双连教会的规模又比较大，光要负责的人员就相当多。我们安养中心有200多个员工，我们的幼儿园有100多个员工，我们的基金会也有100多个员工，我们的教会有30-40位同工，专职的同工、领薪的同工，需要非常多的经费来支持。疫情期间，大家不能来聚会，奉献可能会变少。当时我也很担心可是我相信说，我们只要努力的去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做，上帝的供应一定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果然我们经历了一个神迹。教会有一个信徒，到现在我还不太清楚他是谁。他每一个礼拜，疫情期间的每一个礼拜，为教会奉献30万。然后他可能很担心别人知道他是谁，所以他都偷偷的奉献。什么叫做偷偷的奉献？就是他会把钱藏在教会的某一个角落。为什么我会发现？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有人跟我们说，教会每次奉献，就只是在拿那个奉献袋。那时候我们奉献袋还特别加长，因为为了隔离然后他说，这个每次有一个人奉献完了之后，那个奉献袋就会垂下去。后来他可能意识到说有人知道大概是谁，所以他就每次都拿一个袋子，然后把钱放在里面，把上面铺着报纸，然后那个袋子就随处丢在教会的一个地方。我为什么会知道？因为有一次我们打扫清洁的，发现了那一包，拿过来说：“牧师这边有一包。”我们打扫清洁的人都是真的是很正直的马上拿过来，我们发现有这个钱，那我才知道说他有这个习惯了。那所以每次礼拜结束之后，我跟我们的总务2个人下去找钱。你知道那个找钱的滋味是多么兴奋啊！找到了，终于被我找到了，
好，那个时候哈，真的是很特别。好，我们那时候后来就是不是只是去拿奉献，是大家投奉献箱。我还特别叫大家把那个奉献箱巨大一点，说钱放可以放多一点。可是它就是藏在各地呀，啊，那我就要到主日学教室去找，哈，啊，那时候这是一个惊奇之旅啊。他一共为了教会奉献了1000多万。好，那疫情过后，我们恢复正常了，啊，其他的信徒也都加入奉献，所以在疫情期间，我们的奉献反而增加。啊，我们只要照着神的意思去做，上帝的供应是足够的，就会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也要透过我们自己的行动，来经历上帝的全能。好，接着牧师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五个因素，要经历上帝的全能，就是要全然的改变。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圣经精彩的描述。他说他的脚跟脚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好，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哇，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改变！他的脚从跛脚变成为跳跃，他的口由祈祷变成为赞美，这就是经历上帝大能的改变。在这里，牧师一定要提醒大家，经历上帝的大能之后，一定要有所改变。很多人经历了上帝的神迹，经历的时刻很感动，但是不久之后就忘了，又恢复原本的生活。有些人参加礼拜，在敬拜的过程，圣灵感动我们，听上帝的信息，内心非常的感动。可是等一下下去吃一个爱心午餐就忘记了，回家之后，这种热忱可能只维持一段段的时间，接着就忘了，又恢复原状。这个情况不是好的现象。大家一定要明白，经历上帝的大能，不能只有3分钟热度，圣灵的充满也不会只有维持几天。这种经验一定会带来恒久并且永恒的改变。经历神迹之后，要展现一个新的生命，这是我们大家共同要体验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的21到24节，特别这样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勿因不见可怕的事，就让他们。好，这段经文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这样说，他说要脱下旧我，穿上新我。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是表现在真理、正义和圣洁上。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说，你们无疑听过他的事，做了他的门徒，学到了在耶稣里才有的真理。这就是经历上帝，经历耶稣的大能。保罗说，信徒在经历上帝的大能之后，一定要把旧的、败坏的一尽出去，然后过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就是表现在真理所产生的正义和圣洁上。也就是说，经历神的恩典全能之后，要做一个改变。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还被旧我所宰制？
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请大家要知道，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就要有改变。我永远都记得牧师娘第2次生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她在富强服侍的时间有一次生病，大家关心她，她恢复，那我们到双联服侍之后不久，她又发现她身体有异状，第2次生病，这次真的是蛮严重的，是3阴性的乳癌。我记得有一次，他病得相当严重，当时因为不明的原因被感染，而引发败血症。那他非常不愿到医院，我们勉强把他送到医院之后，那时候那个血氧浓度非常的低，我记得我送到医院之后，那天晚上，住院医师找到我，跟我讲，很严肃的态度跟我讲说，牧师长这种情况，随时有可能会离开。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放在祷告当中。我也不敢把这个消息跟牧师娘讲，当时他真的是很痛苦，就倒着那个，就装着那个氧气，在呼吸。后来，感谢主，虽然不知道感染什么样的病毒，但是用的抗生素有一点效果，他才慢慢的恢复。他才慢慢恢复之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牧师，你把我们那时候是住在那个马偕医院淡水分院的这个安宁病房，然后他就说：牧师，你把我推到这个大厅去，我说你要干什么？他说他想要去大厅看一看，大厅，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有看到大厅里面有一台钢琴，他就说我想要弹一弹琴，然后我就把他推到这个大厅，然后用轮椅把他推到大厅，他就坐在那个琴，开始弹奏一些音乐，我当时在他的后面听他弹琴，我的内心非常的不舍，我常在想说，当我的牧师娘很辛苦，因为她原本是有很好的前途，可以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是，嫁给了我之后，就开始过辛苦的生活，一生都没有享受到，然后现在又生病，但是在他弹奏的琴声当中，我可以感受到那种生命力，我说他当我的牧师娘也很辛苦，常常我讲到的时候还要消遣他，然后好像不太疼惜他，让他受这么大的苦，可是随着他的琴声这样一直弹，突然间有好多安宁病房的病人也被推出来，大家听到音乐的声音，很多人就请他的亲人或是在照顾他的人，就把他推出来，就旁边就围着一群人，就听着他弹这个音乐。我想那个时刻很多这些病人都同时受到安慰。那我也看到牧师长他在经历上帝的恩典之后，他就开始做服事，他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服事，让这些人得到安慰。那同时间我也看到他的病情完完全全在改变。感谢神，他今天恢复健康，我们又可以一起服侍，我们不知道未来的道路会如何，但是我们仰望这个全能的神，我们愿意改变，神也会带来
更多的恩典。所以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那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服事，来帮助祝福更多的人。那所以在这边，牧师要提醒大家，当你经历上帝的恩典之后，你一定要有回应。最好的回应就是你生命的改变，去影响你周遭的人，带给别人祝福。好，那接着牧师要分享最后一点。我们看到这段圣经接着说，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周济的，就因为他所遇到的事，满心稀奇惊讶。我们看到一个奥妙的神迹，百姓因为这个跛脚的人的改变而赞美神。这个跛脚所做的见证，就带来极大的影响。我们通过祈祷、分享、行动，来经历上帝的大能，还必须要改变。而改变之后，就是要为主做见证。不论你改变多少，如果放在心里，没有人知道，这是没有用的。最重要就是要把这个表现出来，成为为主做这见证。好，为什么上帝会让我们经历这样的全能？岂不是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见证？如果单纯教导教义，不能使人深信；如果没有见证，这信仰只会沦为纸上谈兵。没有见证，不是上帝的问题，是因为确实有许多神迹奇事就发生在我们当中。不去做见证是我们的问题。今天台湾在福音拓展上的困境，就是我们的见证太少。我记得以前在公报社的公报上面看过一则漫画，他这个漫画的作者画一艘船，这艘船很大，上面插着一个旗子，写某某某福音运动。然后这艘船看似要开出去，可是它底下的那一滩水很少，船开不出去。那滩水上面写着几个字：基督徒的见证。那这幅漫画的作者在表达一件事情：之所以福音的船开不出去，福音没有办法有效的传出去，是因为基督徒的见证太少。如果基督徒的见证多的话，这船就会浮起来，就会开出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告诉大家，你要让你的生命成为见证，才能够真正带来影响。我们看保罗跟我们说一段话，他说，我们一起来念，来。很明显的，基督自己写了这封信，由我们传授。这封信不是用墨写在石板上，而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在人心里。耶稣借着他的仆人保罗写讯息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说不是用会褪色的这个墨水，而是用圣灵，不是像第一次的律法写在石板上，而是刻在人的心里。在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一封公开信，人们都是从我们认识耶稣的，这叫我们不得不谨慎的来言行，好，成为基督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一句话，所做的一件事情，非基督徒都看在眼里。他要看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是不是有美好的见证。基督徒最重要的不是单单跟人家传讲教义，而是把你的生命活出来，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愿上帝赐福给富强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共同成为主的一封公开信，为他做见证，
来荣耀他的圣名。感谢主，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啊，求你让我们有坚定的心志，依靠你，经历你的大能，并且将我们自己的改变成为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